強國人民車廂放水，影晒。蝗蟲你的確欠打，巴士港鐵小巴，餐廳酒店商鋪內亂叫喧嘩，難道你不覺醜嗎？街邊點煙踎下，跟手比個蘇蝦，將金滿地灑。查實就唔應該咁睇我哋強國嘅人民嘅，因為幾時都有大水喉射住我哋啊嘛。嗱，好似尋日港鐵去東涌方向，支大水喉就咁射到成地都係。你睇兩位疑似自由行嘅阿姨仲勁嗨噃，梗係啦，童子尿好嘢嚟噶。嗱，隔籬位姐姐你又真不該啦，阿爺派人嚟放水，開心都嚟唔切啦，做乜鬼揞住個鼻啫？查實呢家嘢香港人司空見慣噶啦，海港城滿地黃金都有啦。港鐵真係沙膽啊，話唔應該作出滋擾其他乘客嘅行為，條附例仲冇道理，話可以檢控監護人啊。